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元啊，你是安怎要安尼做啦？连家己的性命都无爱顾啊！为着迄店面甲地契吼，互人抬一刀，敢有价值啊？头家娘，有价值，我感觉真有价值，因为这是为你做的，而且当初时我杀阿福啊，甲因阿母一刀，今仔日阿福也还我一刀。我感觉我的罪孽减轻啊！后家娘，这迄你收起来。阿元啊，后家娘，这本来就是你的啊！我不准任何人将伊摕走。我不爱，这个物件我不爱，我无想过要欠你啊！后家娘，你无欠我，是我欠你。就算讲，我将这个地契、甲店面，还佫有这间大厦厝拢献予你。嘛无法度弥补我过去对你的伤害。阿福也毋是讲去找咧黄在元，要甲伊讲大厦厝甲等甲店面土地的代志，伊啥款来母甲变去杀人啦？阿姨，你先莫烦恼啦，我真了解阿福遐个性。伊无可能杀人啊！阿福啊，即阵好跪在警察局内面，你叫我要哪会袂烦恼啦？不行的，既然甲淑珍伫咧现场，我一定就要来找伊，我一定要甲伊问一下清楚咧。阿姨，进步，你讲迄淑珍是毋是志玲阿母？是啦，淑珍都大厦厝的头家娘啦。美娟，你问这是要创啥？我当来找志玲阿母，拜托伊叫我接啊！我唔准你去啦！你若接了，就是唔听我的话，一定要帮助陈家，唔再惹出这种麻烦的代志。可是你若去因兜，当着陈志玲，啊代志唔是愈变愈复杂。是啦，恁阿姨讲了无唔对啦，恁拢莫去，我家己一个来去就好啊啦。阿姨，我来去啦。请问周云小姐有伫的无？我就是，啥物代志？恁订的2张船票，我送来。多谢你。那个，我先来走。文英，你敢真是要离开这？阿姨，阿姐即摆讲完关警察局，咱敢真正要走？阿爸，来吃药啊啦！阿爸，我知影你的烦恼阿母是安怎昨拢无回来，等下我就出去找伊，好不好？
来啦，加油啊啦，来！紧啊，阿爸，加油啊！志良，来，好啊。这阿母是安怎啦？断捌这话无转来啊，啊是会走去倒啦？阿爸，加油啊！好。阿爸，你加油啊啦！阿母一定无代志的啦。哦，啊无得靠，你药啊若食落，阿母一定转来啊。哦，来。阿兄，好，无来去巷仔口等阿母啦。你紧去。阿爸，我看时间无早，你嘛头需要休困啊。我来甲眠床好好的准备互你休困，吼。大爷厝，阿母去大爷厝。阿元啊，起来，来啦，加油食落吼，来。我袂食啦。假使讲，逐工若发到亲像即马安尼，我甘愿好听，听一世人，我嘛无要紧。我这世人，头一摆有人遮尔啊关心我，而且这个人又搁是你，头家娘，自我细汉都无人爱我，所以我混甲去做遮尔侪伤天害理的代志，结果煞愈来愈侪人讨厌我。到尾啊，煞含一个朋友着无。头家娘，我转来啦，我会好好照顾你，嘛会好好照顾建昌甲迄两个囡仔。我甘愿继续做恁的下骹手人。阿权啊！你莫阁讲即款的话啊啦！你嘛知影这是无可能的啦。是安那无可能？敢讲你到即当阵阁毋肯接受我？就算讲是你可怜我，你嘛毋愿完成我的心愿啊！哎呦，阿元啊！我知影哦，你对我真好啦，我嘛知影哦，你对我是真心真意的。也毋过，咱已经食到遐侪岁啊啦。而且吼，而且你阁是坚强的母亲，我毋是小想要做你的翁啊！我敢若想讲，我阁有一口气的时阵，会当逐工看到你，当逐工照顾你，莫互你食到遮尔老，阁过到遮尔艰苦，含安尼嘛袂用的笑。头家娘啊，我转来啦！这间厝本来就是恁的啊，敢毋是？头家娘啊，啊无安尼好啦，你先倒转甲志玲、甲志忠参详看卖，因拢大汉啊，嘛阮家己的想法啦。假使讲因若愿意，你嘛搬转来住，好无？好无？好啦好啦，我去甲因参详一下啦吼。头家娘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阿元啊，明暝吼，我要转来去啊啦。转去？是啊，我出来遐尼久啊，出门的时阵哦，也无甲因讲一声啦，遐尼话无转吼，因会烦恼的啦。好啦。啊无，你转去啦。啊，毋过你毋通袂记得，
我搁在这里等你，恁让我等伤久。我即马嘛需要你的照顾。头家娘，咱两个的熟悉是天注定，你莫互相撇。志玲啊，啊你哪知我在这？你无希望我知你伫遮对吗？你嘛无希望我知你伫遮对吗？你在讲啥啊？为你伤爱你啦，等你每一年，等你回阮声。你无希望我知你伫遮对吗？你嘛无希望我知你伫遮对吗？你在讲啥啊？你哪会安尼做？我唔敢相信，我看到、我听到的拢是真实的。你敢对得起阿爸？志玲啊，你误会啊啦，代志唔是你想的安尼啦。伊倒伫你的身躯边，佮牵你的手，拄则佮讲，恁两个人实在是天注定的，伊需要你的照顾。你讲，我会安怎想？志玲啊，你哪会安尼讲你阿母啦？你是谁？你为啥物做个跟我讲话啊？志玲，那我真是好心要甲人帮助你，你哪当安尼讲话哈？该回去咧。伊要帮助谁？我看伊要帮助的人是你。伊唔敢来伤害到阿爸，伤害到最重要个有我。你敢知影？阿爸人即摆还阁伫咧厝里等你，伫咧烦恼你。是安怎这个时阵你还袂转去？想要到，想要到你伫遮咧介意。哎，志玲啊，志玲！黄在元甲淑珍一定有啥物牵连，要若无代志袂遐拄啊好。敢讲因是为着陈家的产业？敢讲因为我是建昌的后裔，因惊我独吞陈家所有的财产？也毋过土地甲店面，我嘛有摕倒转来要害因啊。是淑珍家己不爱接受，是安怎即马？搁叫黄在元用心计较，要讨倒转去遐个物件。我咧看，代志无遐单纯，因一定有啥物目的。伊阿凤兄的个性，伊根本就袂太人。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代志？阿姨即马一定足烦恼、足着急的。我要哪用个无管阿姨、阿福兄，都带美馆离开这咧？假使当初阿福兄若听我的话，莫去管陈家的代志，即嘛嘛袂变成安尼。美馆甲志玲的问题哦，都还未解决。阿福兄又搁出代志，即嘛就算讲哦，叫我离开，我嘛走袂开脚。阿姨回来啊？阿母咧？阿母咱无甲你做伙回来啦。阿母咧啦？阿母伫大遐厝，伊甲阿元姐做伙。阿元姐啊？阿元姐较受伤，阿母伫咧甲照顾。啥个？阿元姐也受伤哦？阿要紧无哈？啊你也无伫遐甲阿母斗照顾伊啦？安尼我紧来去斗相共。
知影。我感觉阿母关心我完情，比关心你搁较济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到底是为什么？陈进吼，有人来看你。母娘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无杀伊，你相信我吼。老兄，我当然嘛相信你，我知影人毋是你杀啦。啊，你毋是讲要出去讲代志，那变成你杀的人，啊，迄个人到底是谁啦？就是买大厦厝迄个黄财源啦，嘛是哦，苏当时举刀杀阮阿母甲我迄个情生啦，就是迄个情生啦。陈进吼，母娘啊，你敢知哦？这1、20年来，咱拢误会建昌啊。其实哦，侮辱婚姻哦，毋是建昌啊，就是黄财源这个情生，你知影？为你伤心，等你每一年，等你回阮声。侮辱婚姻哦，毋是建昌啊，就是黄财源这个情生，你知影？是。嘿啊，我就咧一直怀疑讲哦，伊是哪要买东卡所有的产业。当我看到了后，我完全了解啊！伊是哪要设计我去大厦厝，是安那要用刀去杀伊家己？我相信哦，这掺淑珍一定有啥物关系啦，无人也袂晓拄好讲，淑珍会拄好转来大厦厝。不能啊，你即马紧转去，叫阮阿母莫去找淑珍。我实在是想无，因毋知有啥物阴谋。我惊哦，黄财源会对恁不利，你若较细致的，知影无？阿母昨伫大厦厝吼，斗照顾阿元姐啊啦，毋过会无转来。我早几领衫吼，来去阿母替换嘿。阿爸，阿元姐啊讲吼，要请咱搬转去大厦厝呢。佮讲吼，要甲咱当作敢若伊家己人共款，伊要请人来照顾你呢。阿爸，你有欢喜无？志良，阿爸现在会欢喜。即摆大厦厝已经是咱的，咱无需要阿元姐斗相共。你遮尔受气是要创啥？阿元姐遮尔咧照顾咱，你住院的时阵，医药费嘛是伊替你出的呢。你着甲咱当作敢若伊家己的囝共款。你即摆搁孤单一个人，咱甲伊当作阿爸，受啥毋着晓？咱的阿爸伫遮，你无需要凊彩去外口就真爸拢做阿爸。对啦，就算毋是亲生阿爸，敢免认伊做客爸，伊遮尔啊照顾，佮照顾阿爸，佮替我找头路，咱关心伊受啥毋着晓？志良，敢讲你毋知影我这甲母伊？然吧，我毋知影。我感觉因两个拢有暧昧关系，暧昧关系。这款话你也讲会出嘴？伊是咱的阿母呢，伊是死你的老母呢。这款话若伊听到，伊的心肝会偌艰苦。艰苦？伊的心肝会艰苦？敢讲阿爸的心肝就袂艰苦是？我不准你安尼讲阿母。